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真侪老辈拢咧讲，台湾话若要讲了好，你要研究五六天。有影，较早五六天咧讲传奇人物聊天顶，南北二路行到倒位都轰动。国情今日真正就招你，互相来研究一下五六天的。伊讲哪会遮好听？因为我和五六天老师较有亲近，真正有观察出讲，第一。伊无啥咧讲变的话啦，就固定遐成语、遐俗语，伊无得确会讲哦。伊会去说新的话，互人感觉讲有一种刺激性，有一种敏感度。你像讲，逐工2点钟广告节目报煞，收煞伊会讲两句话，见面一句讲人间冷暖情为贵，下句讲做世事沧桑愈坚强。啊，你认真甲想，这个话真正有个道理。人间冷暖，毋是讲气候变化，毋是，是社会环境现实无情。人的真情上界可贵。若讲当伫咧困难，当伫咧受委屈的时阵，人对你伸出援手，这点情永远我相信咱拢会记伫咧心内。毋则讲世事沧桑，一步一步伫咧变化的时阵，咱毋通错节，咱会愈坚强。这种勉励志气的话，正五六天广告内底说出来。过来，咱过来举第二个例，就是五六天咧讲传奇人物聊天顶，甲伊的好兄弟啊，红姑的两个江湖伫咧喷走，有一句话讲因吼，毋是伫咧行人间的路，毋是哦，行倒位，讲迷虎道上咧行，后壁佫一句讲叫做话妙无话分，对，你甲想，这真正五六天家己新说出来的话啦。毋是行人世间的路，毋是哦，是咧行迷虎道路，就是阴间的路咧行啦。这条命吼，准则拍无去共款啦。啊，时间人咧讲啦，紧者就是一秒一秒伫咧经过。聊天顶甲红姑两个名嘛共款，因是话秒的尔，无在条话甲分呢。吼，这个话吼，相信讲较早爱听歌的朋友，拢会晓安尼一句一句对咧讲。毋过即马吼，较少人提出来咧留啊，各种专工提出来甲你探讨，讲叫做话秒无话分。你甲看，这个生活有偌简单，有偌刺激性就好。过来讲第三句，讲咧描写聊天顶这个兄弟红姑的时阵，五六天强在会讲吼红姑的形象就是高头鸟鼠耳，鼻仔阁翘上天。啊尾啊，佫会补一句讲两起大腹鸡啵啵啵。这是咧描写红姑的面容。你甲听，世间敢有人生得遮歹？毋过听到这几句尔，真正就铺在眼前啊！这就是五六天熬广告的所在。啊，国情今日要过来讲红姑的另外一个秘密，就是正红姑的这个灵感对倒位来？较早咱台湾一个足出名的小说家，伊笔名叫做吴哥，啊，另外佫一个笔名叫做毕蒙，出名写上界风行的小说《岛国守城》。这五六天我咱广告捌讲过。毕蒙佮另外一部小说叫做《骆驼探案》，内底主角骆驼，正就是五六天咧讲红姑的灵感，就是对遮来。这本身国情啊，家己亲身研究出来。今日特别找时间，甲你互相来怀念五六天，来研究讲伊遮够讲的台湾的故事，传奇人物聊天顶。